之後其他10幾位議員的司法覆核。有何啟示？多位看過法官判詞的人都認為，劉小麗的議席較危。今次高院法官區慶祥判詞有3點值得注意。一、若宣誓有爭議，以法庭判決為準。對於立法會主席和秘書長，不少人都爭拗兩人是否有權在監誓時做裁決，今次區官就表明，兩人都有此權力，但如果有爭議，最終判決權在法庭。由此推說，劉小麗和姚松炎雖已獲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安排再宣誓，並成功過關，但如果有人對劉、姚提出司法覆核，最終是法庭說了算。二、針對如何宣誓才算合乎規定，區官的說法簡而有力，就是法庭裁定一項宣誓是否有效時，必須回答此問題，從客觀角度來看，宣誓人是否忠誠，及從實地承諾會支持及遵守誓言中的責任。然後，區官就細數由梁宣誓時的各種做法，認為兩人客觀及明顯地無意忠誠及從實地支持及遵守立法會誓言，及基本法第104條所列的兩項責任。區官又提及，梁頌恆在宣誓後聲稱，宣誓時的英文說法、手勢、披肩是一個組合。換言之，法官也會考慮宣誓人在事後怎解釋自己的行為，是否刻意，例如梁頌恆的一個組合說法，即這是刻意而為，等於否定他之前的鴨脷洲口音藉口。而劉小麗在宣誓後，就在自己的 Facebook 發表文章，題為慢讀是要彰顯誓詞的虛妄，表示我將官方誓詞逐字宣讀，誓詞變成90多句毫無連貫性的句子，沒有任何組合、連結及意義，這即是劉小麗承認自己是刻意慢讀，令誓詞變得無意義，因此她現時被司法覆核的議席較為高危。三、區官的判詞也巧妙地避開人大釋法的爭議，特別是最敏感的釋法追溯期問題，因為他說無論有否釋法，法庭得出的結論都一樣，因此不必裁決關於釋法的問題。區官沒有處理釋法的爭議，就不會把殺傷力擴大，因為他若提及釋法的時限和追溯期問題，可能隨時引發更多個司法覆核案，令此風波沒完沒了。總的來說，今次法院的判決足以反映港府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之前的判斷